讲到空气污染，今仔日台湾西部的空气污染是大爆发，是农历过年后上界严重的一天。空气品质的测站有47个达到伽马式以上不良的等级，其中甚至有5个测站达到红害的等级。环保署是认为讲甲六轻的爆炸无直接的关系，因为六轻爆炸并无导化物来外泄。 气体这些都在一个正常的数值哈，那也没有这个爆炸之余。同时，我们也特别针对列管的毒化物苯还有这个等其他的物质呢，我们做一个现场的了解，也都没有产生灾害，也没有被波及。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，在事故持续处理的当中呢，我们也配合云林县环保局呢。 在许厝分校还有福安宫这2个地点呢，架设傅立叶等机器呢，持续来监控有没有这个异常的化学物质。那么到今天早上9点为止呢，我们每小时的掌握的数据呢，目前并没有发现一个异常的一个化学物质。